講到前面。其實我 YouTube live 下當見希望我是會唱。哎呦，死我個未記開喂，哎哥真啫！我同你講幾個 episode 真謝我，真謝潮妹。哎哥，tapi 無幾 episode 都唔是就隻潮妹。冇我幾個潮妹個嘅，隨便嚟 blame 到無幾 episode 半隻隻潮妹。唔係，講幾個 episode 確實謝嗰度。我嗰度做你 review。第18集啊，好靚仔啊，水查某鬼名叫做四康康啦，四康康啊咁咧。我未記起來，就你嗰時我上邊聽過嗰首，是嗰啲妓女，我上邊記到似字咗咗。我頂住喺度講掉嘛。頂住我哋都是 librarian 係一個基本未記。頂住係只 can 來嘅時候講嘛。妓女是安怎？你是蝦米個數妓女？等我想下嘛。伊樓推嘅，伊講啲檳榔嘅鋪底有一間厝嘅，因唔知啊 McAllister Road，因走去看一間厝，咧看見你伊樓推嘅。係只 can 係咩字？自擺邊啊，自擺邊有到底上隻 episode 嘛？伊到底係你 episode 裡面冇？我本來知道羅文剛剛講嘅物件，但我記未開。唔是咧對面。我得啦。啊！俾我猜，我看見啊是 Facebook。特別你當然都為兩隻你會驚咧，你啲 KL 唔是？冇。我冇特別呢，哦，呢啲邊呢？你到呢邊你到住處，你是睡處嗰啲咩？我到第一步咯。啊，我喺邊嘅啦，誒你睇應該賭掉咯。嗱，去 Google Meet 看埋看阿豆嘅環境嚟啫，我計豆嘅環境啊，佢等佢豆看豆話，較緊嘅，較緊嘅，夠豆嘅杯去咯。啊！而家咧我人話計看到路，聽到女聲咧就被。我去 Google， 我去 YouTube 的看到啊，看到係咪嘅？當係咪bằng live 先 ？OK， 啊，是我咪看冇咯嚇，個格嘅啊。OK，來start啦嚇 ，OK， start，來嚇，可能而家嚟嚇嘢 ，OK， 那真係搞蝦灣啊！真係。誒，阿姐我 mute 佢 ，mute 一邊。各位聽眾，各位歡迎您到對來收聽檳榔福建的節目。這個禮拜會介紹我哋嘅特別嘉賓。我哋嘅特別嘉賓就是會拄到鬼了嘅，到啲學校嗰邊嘅豆嘅。大家好。伊下邊是有鬼啊，伊唔知呢。你看到你阿妹妹一度邊嘅。哦，OK。你可能南西嘅 Sukri 特別嚟講講，伊房間搭住有鬼啊。冇看好我啦。特別伊未拄掉誒。啱數。伊台灣的鬼。你淨係講嘅時，你係咪講出來嘅時候，我腦裏面成想對我講，哎呀，咪你讀樓啊，我就係亂講出來。伊鬼看到伊個嘅變到啲頭，是不是？毛毛菇應該係把我杯毛毛菇。即係 usually 那是 city on time 話咧，嗬毛毛菇就企喺把路咯。我垃圾嘢整我。哦 ，OK， 等陣有個有，等陣個有阿三laksa呢，個有奧地都，個有白青 ，Hello， 小背虎，大家好。個有英國條 ，Hello， 大家好。個有阿龍後頂阿龍，個有咖喱，大家好。
個有葡萄鏡，大家好，個我袂記這是江湖鏡啊，這間特別我識，這是江湖鏡啊，對，但我未記。我特別袂記啊，佢那幾節啊，江湖鏡，個有把你背入來嘅。半鹹店 Hello。 Clubhouse 入邊嘅有人有阿蕉，個有毛毛菇， hello，個有椒菜。大家好，哇！真係成個龍嘅聲，做啲個有。เป็นนักฮอกเกี้ยนใน Instant Pot น้ำใส小心， เยอะสุกรี啦เป็นสุกรี是叫咩啊？人嘅บันดง麦丹啊，板东唔是麦丹，บันดงโอเคแล้วแต่ว่าคำว่าไอ้กูโอเคก็คำเกี่ยวกับน้อยแล้วสิเราตัวนั้นจับได้聽人誒，故意告訴我要好咧，Australia 人講先，Australia 就暗嘅時候我驚講要困去，所以人誒 Australia 嘅朋友小背虎歡迎小背虎 hello，小背虎咧，小背虎你要甲我講咋？你這禮拜要起來甲我 share 下物件？我正啊，拜四我人拜四啦，拜四早起5:30，5:9字呀，咁先是before that 我係驚3點幾起來幫助，所以開了我房間嘅門，所以我大廳為咧都有加一袋咗，用今仔一套袋個了咯，แล้ว拿到有開門了是有聽到講伊袋 music 單ตัว有電氣物件，然後早起 temperature 伊 drop 可能會解到有聲物件有關係掉啦。more scientific 講我成日英國中，general 英國中嚇 ，rational。特別咧有一個聲咧，一個 rattle 嘅聲，特別 manually 哦，練演嘅聲，所以就 maybe 較早是有聽到過，特別每冚了冇呢大聲嘛，我後生咧就開門開得大了。所以這是常還是最近吧？你有聽到這聲？Maybe last 2 months 可能有聽過個了啦，常有聽過。我某出來做工半暝，講有時都有聽過啦，但係是電嘅聲了咯。電嘅聲就是講迄個上一袋啊，上一個袋。特別伊即時是讓有電視，伊袂想講風險家己單賣。無，即時無。哦，你會我幫佢看咧，你記下我 video 雖然在講下面物件是 mechanical，下面物件。但我看我再我會開掉哈。但我 try 看我會拖這 video 即去這 browser 有哈OK， 嗱。一個啊，這就是講這是個手棒的啦。這聲咯嚇，冇可能冇見到啦，我靠！等我個。這個嘛，你假係聲冇啊？假係聲都冇嚇。伊達到彈嘅是彈一種上聲啦，係哦，伊唔是講 randomly 有當時彈一個，有當時彈迄個哦。對，伊是聲迄個要電話要夾起來個彈，你可以冇夾起來種彈咯，แล้ว夾迄個關迄個花為彈咯嚇。That means 伊彈來彈去，達到是彈一種上聲。伊 pattern 咯，就講電話迄個花為了位嘅鏈嘅，了薄薄嘅鏈嘅。嚇。哦，所以是上嘅 pattern 上嘅，就大擺。
是想咯。哦，所以彈嘅是扎到嗰啲彈嘅了。特別 short circuit 就是講 short circuit 嚟講，伊安怎會做到伊迄伊入面成隻紙嘅，你看你買入面成個是唔是？你 bottom 嘅位是 manual，你嘛冇電嘅嘛。了有一項就是你我真係 curious 就是講let's say 成個 example，即個物件你放你聽，你看戲係咪個咧是伊是無彈嘅啦，是你冇彈嘅嚇。啱啱困嘅時間。我咩點先有幾嗱刀是2.幾起，然後是30整是冇5.幾炸起咯。哦，安尼講個奇怪啊！我唔會因為我唔會啦 ，is because 我古早讀冊嘅時候。我係厝我甲 parents 住嘅時，我有一個啥迄個 cross 啊，了迄個 cross 就是人幫你煤嘛，了下 battery 嘅了，伊有搖了伊甲 start 唱迄個哈利路亞，迄個哈利路亞嘅聲，了我還沒說我妹咧，因為迄個物件哦，到today哦，我聽到迄個聲，我會 traumatise 啊，因為我細漢嘅時，安怎講咧？迄個物件咧，我 parents 幫你聽，了有一暝我會記是 Friday 叫做咩啊 ？Good Friday 啊，Friday，怎會咯 ？Friday，對 ，Good Friday 是我會記，我唔知是唔是 coincidence，但即我是一個 Form 1、Form 2嘅時我會記，了Good Friday 嘅半暝嘅時候，伊嘅即個物件哈，因為我 parents 是係啲聽伊是啥係啲壁嘅位嘅，所以伊就搖着伊，你就安尼 swing 伊，你就掃伊，伊解彈嘅。特別你伊嘅即個物件係哦，伊幫你聽嘅 all the while，安尼古來是無彈聲啦，伊無彈藥。特別伊來個 Good Friday，迄暝啦，我會記啦，伊彈無停啊，伊規暝是，伊唔是彈無停，伊啥伊彈到。了一停4-5分鐘啊，過再一刀了，真係過啊半點鐘過再一刀啦。所以對我嚟講呢是一個真正嘅理嘅，特別你我 parents 都因為一樣相信講哦，這個可能是耶穌啊、angel 啦嚇，安尼款物嘅，所以伊人都真啥安怎講，伊人都真歡喜 excited，特別對我是真正嘅理物嘅，嘅理嘅我驚，我真係真正驚，所以你 feel 到，你感覺到係一種唔是成個講。你往時啦，成日有陣人感覺咧，你是感覺到成有你實只平安，只 peaceful 啊，咧有你是成日你感覺冇咩怪，冇咩對比。對我嚟講咧，我是 that time 我細漢嘛，我是驚啦，我是真驚。我 parents 都冇驚咯，伊樣是講即個唔是 anything 成日講蠻煩惱啦，是講 evil 啊是蝦米物件，特別對我嚟講咧。我是 mentally 真 disturb， 啥講？即物件無應該發生嘅嘛。頭一項，了第二項就是我係對我啦嚇，我係 logic 就是你 ，if 真是有一個 God 啦，伊個 God 無可能愛做互你驚嘅嘛。所以 if 你個 God 就係講你是驚啦，個調啲去做啦，然後特別你 parents 冇驚嘛，但 means 你是 devil 嚟咯。我愛講，你知係咪？你是講上帝正來啦哈，你會袂驚，你是人嚟啫。我講驚啦。哈，你是人嚟啫，你想者。特別有人是以後你成個有你，我時都看到物件是你一種心是成平安嘅。平安啫。對，特別你看咧 Bible，even Mary 嘛是看到咧 angel 是嘛。嚇掉。老細就看。就嚇掉。你是一個人嚟啫 ，imagine 啦。了。sorry， 隔起。然後到咗佢咧即係小背虎嘅，小背虎了你聽到了嘅時，你叫我係是你 ，because 你後生開門嘅時候，然後你個聽到真平嘅嚇，你是無可能講是你愛困嘅上面，你是正線嘅。我正線咧係行5點幾，係多5點 before 5點半就請了，直到面前拎都冇愛出來，然後聽到佢哋聲都冇去唱咯。有當今迄個物件你搭落咧，你咪顧學你驚去拖這物件咧。
有個早起咁先係知道開堂啊，咁咯，我一頭照入嚟㗎咯。你使嘅，即係硬講，即係胎去拍字頭，拍七隻9點整嘅，你看到？我冇嘅去拍節頭啊，係呢個佢拍節頭，昂時拍啊，早起。哈哈，應該你講。咯，喂，你應該嘅接佢你房間會係。阿妹困嘅時，數咧阿 John，冇你咪知咯，你咪就講，那是講，以前有人真正是嚟講，你咪是就講是，一直頭個 play 嚟講，你咪就看，伊係你捧嘅有驚咯。你冇見到聲咗？你我是假講嘅啦，我唔假做啦。我有一個我有一個嘅曖昧啦。你大一間厝是大隻久啦？大久啦，五年嚟啦嚇。哦 ，OK。Because 我對我嘅 logic 是 usually 安尼款物嘢是 either 迄個物嘢有問題，還是你大有問題嘛 ？usually 啦，真係是啦嚇。所以唔知啦，so far 是冇蝦米。八項物件 OK 啦，冇幾長淡薄蝦物件啦，冇嚟做亂蝦物件啊，就冇去插咯。然後就是等樣嘅件啦，冇出去啊，每日早起出去啊，所以我就大聲咯。有錯，我行落去啊，錯叫我諗波咯啊。然後 because 我爸同八隻朋友，你個你爸講未？你講爸人佢講了，我爸講係節冇影。一個假期是冇影，佢吹冇到一點咯。當然，人講 since MCO 未去吹。哦，你講你別人要就係你，你實佢每人講下啦。something 係每人講，一是賣天講啊，你講人嘅師傅是天講啊。哦，所以會看伊假如面聲講好啊，什麼？冇啦，伊是一排嘅卡鏡嚟看伊。病件物件嚟。哦，所以 manage remotely 嘅啦 ，remotely 嘅了係。哦，所以我man download 係咪 app 嚟啦？知道佢啦。哦，OK，你哋會學一下地址係什麼哦？跟前鋒，地址咯，係在地址。哦，OK。哦，OK，我就係講啲邊兩個嘢for Christian 嘅啦 ，for Christian 咧，我 last few years 冇個知嘅，原來是有，即係有安尼款嘅啥，係咧 Troop Ghostbusters 安尼款嘅人啊。誒係幾電嘅嚇？嚇？一電嘅嚇，有陣一電嘅人。伊是 actually 是伊是冇錯嚟講應該兩三人嘅，特別呢按我講啊，伊是 under Christian 嘅咯，了伊之前人嘅，我唔記記咩名，是我有一個 friend from 別個 church 嘅，伊古仔伊介紹我別個，有一個人我冇看過，我是 on the phone，甲伊講過電話，啊，等下佢就講發生係咩事啦 ，actually 是我感覺是冇事啦，所以佢講話係哦，了要 explain 好我知講哦，原來伊樣是做一個 exorcism 嘅物件，了樣真係 low profile 嘅，但係是啲邊人也是講冇大事啦。你未捌到伊，你捌到伊啊！伊來你厝內面是大事咧，伊樣是真是做安尼款物件了。有當時哦，人嘅 church 啊，有個 pastor 啊，安尼款嘅啊，樣未 handle 嘛。就係講伊人 try 啊，未 handle 下，甲叫伊樣即種嘅人來，伊這是真是會使講。伊是咧，較即 ID 是 level 2嘅啦，貴啊！嚇，伊這個是啥？迄個背關嘅王嘅啊，伊個。即是第7級咧嚇，嚇，了你話講緊咩？哦對，actually 我是感覺無物件啦，特別我有 call 因為有發生到就是正幾年前啊，我有住喺一間厝啲休息位嘅，了三角嚇，別我迄邊嘅，了即間厝裡哦。Actually，我 just 學到就係真久啦 ，really 真久啊！一間厝我大隻嘅呢，唔係，伊是無咩物件，伊厝是迄種。你是細漢嘅時大是幾歲時啊？家己這樣歲，你是大漢嘅是細漢時？
大漢嘅，本身是算大漢嘅。OK， 阿 John，你在hillside 嘛，所以我會使甲你加減講淡薄，特別我咪講得嚟啦。OK。意思我真我甲你在講 hillside 有一個叉粿條嘅，安迪叉粿條。知。係哦。迄邊嘅厝啥呢？伊塗骹了，伊厝呢插落去。落去底，伊是接到啲樓頂，有落去樓下。對，迄種嘅厝咯。我古早有做淡薄small 嘅 business 啦，所以我甲我 friend，that means 我甲我 friend share 迄個位，特別我大啲邊 ，OK， 了伊就幫伊回，了我幫我回啲邊，知道？所以迄間厝咧 actually 是因為 maybe 是伊舊厝啦，伊有淡薄 creepy 嘅。伊淡薄陰，伊隻陰嘅我會記。伊無咩有一頭嘅一厝。對，了伊後尾伊有一個 compound 嘅咋，伊即種嘅厝後尾有一個 compound， 了拄好即間厝啊，伊後尾有一個經照站嘅啦。嚇，所以即間厝咧哦 ，when 我看咧時咧。因為我只時去看嘛，有我人5-6人嘅咧去看嘛，所以你冇 feel 到 anything 嘅，所以 OK 咯。Then 直接呢哦，我嘅朋友就講，伊講驚伊愛叫一個迄個防水嘅人 ，just 看就係迄間厝啦 ，OK 咯。所以嚟看咯，看 actually 迄個防水嘅人講啦，伊講你一間厝無蝦米物件。特別咧，伊講咧，你愛做生意是 not advisable， 因為伊講一間厝是破財嘅厝嚟，了你袂趁大財，因為伊講迄間厝頭前嘅是，我咪講下面啦，伊有一個真正大間嘅網絡 block 掉一間厝嘅，伊頭前嘅，所以哦 ，other than that 咧，伊講干那一項物件咧，伊講迄個人大房嘅啦嚇，大房嘅啦，伊會有真正好嘅迄個叫做咩啊？同花運啊，裡面桃花運，成個講隨白女人可能。白女啊，還是 opposite sex， 你會meet 到正，你 anytime 會 meet 到，特別伊講桃花運。對，特別伊講即間厝 not only 伊講嘅咋 ，then after that。我諗估，但係間是做生意 ，actually 伊啲邊人做真正大嘅生意嘅。我袂使講伊做咩 business 啊，伊是人特人在意嘅迄個 brand 嘅。所以伊做白一間頭嘅 ，then one day。OK， 等陣。你明講伊嘅正名，你講伊就係 syllable 用嘟嚟講佢啊。你嗰條掛鏡頭啊？冇，你明講佢正名，你明講 OK，let's say 講 OK，你平時講是 Apple 啦，咪講 Apple 咯，你明講呢？你講嘟嘅，我俾聽就係 syllable。OK， 一樣是做 frozen food 嘅。哦。啊。伊頭我少唔知。因為我講伊個就冇上嘅咧，頭咗。未使講 because 我同你講啊，你唔係講嘅話咧更會驚，你唔係講嘅話咧，你面掉啲 emphasize 到你唔係講嘅叫做。你講我依啲，你直頭就講依啲變人做假大成啲嘢，你入到去講就好啲啊，你佢咪講依啲變人做大成啲嘢，我別使教人講你直接啦。因為蝦米樹啦，因為蝦米樹，我愛講伊做蝦米物件係哦。The reason is because 一間人啦，係哦。因為我唔講，我講蝦米樹伊也要看咧款物件。你講 why is it related to 你做嘅物件？所以伊就 explain 到我講，伊嘅 business 伊安怎 handle 蝦米嘅咧？伊真正相信這物件，I mean 風水物件。So anyway， 一間人讀完啲讀個人。要 just as discussion 咯，要夾一個 backdrop 出來，要話可以看 the plan of the house 係咪嘅咧？伊講嘅物件甲頭一間講看風水，伊兩間講嘅物件相像，但樣唔捌 each other 啦。特別樣講嘅物件相像啦 ，exactly the same. So anyway, what happened was 我就搬咗去迄間厝 just to 大咯 ，that means 我做啥過迄邊嘅物件本咯 ，then 有一日哦，我 suppose 是落 KL， 所以我正揸車，我冇5點揸機車。我5點揸機車嘅時候，我聽到我嘅 rooftop 嘅位啊，係哦，我 rooftop 嘅有正面嘅夾撈落，我 rooftop 真大聲嘅，你會著嚇到迄種啊啥，一個
只大聲，砰一聲啥，啥有只大項嘅物件夾落落嘅出頂，我就真領錯咯。但係無到5點呢，我就真錯哦，我就走出來厝看，看無物件喎。然後我規間厝我看去，看無物件啦，真係看無物件。然後我就無幾場嘅嘛，特別我咪管伊咯，我就落 KL 先咯，落 KL 嘅時我就 call 我嘅 friend 啲邊領，我 call 我講我計講安尼款啲物件。然後我係隻 friend 就介紹話，一個咯，一個我講一個，伊講你 call 間人，防水啦，你甲伊講對，你甲伊講你嘅隻 situation，我看伊講係咩？所以我啲 KL 嘅時我就 start call 伊啊，因為我煩惱嘛，我 KL 轉來我個條對住啊啦，then 我個一人大啦，然後嘅咁嘅嘛，我就 call 伊，我 call 伊哦，OK，伊我唔知啦嚇，伊 OK，number one 是你，伊甲我講，伊講 through 你甲我講，安尼款嚟 discussion 啦，伊講，伊我甲伊講嘅話是哦，伊講伊會 focus 啦，伊會 focus 講，伊會冚伊目睭，伊會 focus on 你甲伊講物件，伊就甲我講，伊講，我 so far 伊講我無 feel 到 anything， 你甲我講啦 so far 物件，伊講我無 feel 到 anything。貓嗰邊是唔係回來？哦。一小妹啊，小妹是小怕是一小妹啊，是找水。哈，找水。By the way， 板東來啊，肯定即個啊，劍湖不啦？劍湖今講咧是咱過去 clubhouse。劍湖。哈，你不要緊，你講，我是實在，我是未講。那是講那個唔是你回來，我就驚啦嚇，可以講。對，我係去了。哦 ，OK。而家找水，了嚇，你講嘢是冇感覺到，伊冇 focus 是未看到，伊冇感覺到，伊講 usually 啦，when 人家講嘢 sorry 是 if feel 到，嚇，講伊會感覺到講伊會心殺亂嘅，然後伊講即個伊講冇，伊講我冇 feel 到 anything，but anyway 伊講我等陣會 WhatsApp 佢一個prayer，伊 prayer 真長嘅嘛咧，我跟他讀你啦，唔知真3分鐘有啊，伊講。阿莫字，阿莫字，伊講我學你這 prayer，你對厝嘅時，伊講你 just 行 around 你厝，然後你慢慢讀這 prayer 出來咧，伊講應該 OK 咧，安尼講。So anyway， 我對厝嘅時，我 immediately 就做安尼款物件，but actually 我住喺間厝 for few months，我是冇 experience。哦，你冇垃圾啊？特別你師母冇攞。讓洪水講嘅是真對咯，就是講你會破財咯。然後 OK， 這個是OK， 這個就是一個真 surprising 嘅物件，就是 after 我搬走啊哟，然後我就過來嘛，比嘟大，我就話大嘛，所以 one day 是哦，我就教我一個真久嘅朋友，20幾年嘅朋友哦，去食 dinner 嘛，俾我休息去食 dinner，然後我這朋友咧，伊是有錄去 KL， 有對一個洪水嘅師傅，真快出名啲 KL 位，對伊 for 1 year 去學物件啦。所以我就無相信伊咯，因為我感覺你講，哎呀，這物件乜嘢我哋準嘅哦，所以我就調啲 test。然後有一暝after 食了物件哦，我帶伊行過迄間厝，特別我無甲伊講到蝦米物件，我 just 甲伊講，我徛喺咧厝頭前嘅，我甲伊講，我講你看即間厝哦，你甲我講，感覺點樣？嚇，你會甲我講蝦米？有蝦米物件會甲我講 about 即間厝？然後我這 friend 嘅哦，伊徛外口，伊看迄間厝啊，伊唔知算蝦米，算一個爾啦，貴啊一個，伊甲我講即間厝無破財，迄個物件個了，上咯啊！伊講啊，迄個物件 OK， 所以我是想 OK，maybe 這物件 coincident。佫有一項物件就是我嘅 friend 頭甲我講啊啦，我頭毛幾長，就是你哦，我嘅 friend 甲我講，伊講。即間厝嘅 owner 啦，伊講當今啦，看病了。哦，伊 owner 無大病啦，無大病嘅。然後我聽到嘅時候，蝦米事我冇幾長啊 ，because 幾那禮拜前 before 即個事發生 ，that means before 伊看即間厝嘅時候，我真係有拄到即個 owner 啲，因為我是做 medical 嘅嘛，然後我有幫面到即個。owner 哦，啲 one of the hospital in Penang，然後因為我甲伊誠好誒，然後我就問伊，我講你蝦米事？
嚇，係咪屬於來這邊？伊講我來這邊 for treatment，因為我有 cancer。So when 我係 friend 講嘅時 ，few weeks later 啦，我係 friend 講 owner 看病了，哇！我佢講我真係是冇幾場，因為我冇 expect 講這面嘢真係是安尼轉嘅。也知啊，哇！你大啲係一間是到底 one of the houses， 我係記，我去過喺你樓，那一邊嘅厝，一列嘅厝，是因為我 uncle， 我 family friend 啊，往幾黃叔嘅，伊黃叔嘅厝是，然後攞到啲頭整嘅，一落去，然後落嘅。Actually 人講唔係洪水嚟講 ，actually 是冇好嘅。啊，伊咩？我唔知佢厝真係冇一頭嘅，伊冇咩一頭嘅，伊一頭冇咩字嘅。對。啊，屬嘅你啊 clubhouse 入邊嘅即係運動嚟啊話，南西你講下定住是會講咩？กับบันดงหอนเองบันดงเอง Hello บันดง你記頂節我幫隻列咧你幾個數嘅你記哦，伊講迄個查甫嘅啊，你記你教我，你啲 group chat 講，你叫伊 stop talking 啊 ，because 有對啊，你看到下面你看到下面講，bad energy，那是你tetap 講這個數出來，對伊咩啊？伊kesehatan 唔好咯。哦，伊健康。啊，jadi 對伊身軀唔好啦，意思就講。啊，對，伊bisa是說 helicopter 冇曬嚟哦。helicopter 冇到這邊喎。冇來哦，近時。對，嚇。伊頂當是 helicopter 人講嘅。對 helicopter 講嘅對。helicopter 講。啊，jadi 我rasa應該是伊較小心淡薄啦，咪是。你是講係平常時，咪講係黑一個告訴呢？頂班我聽到嘅，我都未記伊講蝦米故事，怎麼我看伊後尾，那個有一個 bad energy 對調伊咯。所以特別有可能是你聽，唔知我想咧是伊講調嘅事呢，還是當今嘅事咋？成個你感覺到伊 bad energy。我當然我對緊伊個。哎呦shit！是啊，我下面跟下你覺得有聯絡嘅吧？路啊，會使在意吧？你牛龜咯，牛龜咯，牛龜就冇來證咩？牛龜啊，牛龜冇來喎。我的士啫。嚇！喲唔得，我驚！誒，反正你咪使講啊，冇龜個事聽。你覺得有驗一個虎頭，還是有一個物件驗緊啊？jadi 這物件咧，會 protect 伊咯。假使講伊人間年365日，我一年365日無可能條水嘅嘛，但是有起有落嘅嘛。喺落點些就較風險咯。安尼看咯。OK。OK， 感謝你。誒，你實在真係來啊嘛，甲我講者，罰你幾個數。我頂到我聽嘅是，聽。冇，係只間唔是 helicopter，伊來是講咱看咧，就白洞，就係個 mannequin 咧，講人人吸着，就講伊死嘅死是唔知 because of 伊嘅咬啊，什麼閃光頭啊，什麼人講嘅咧。哈，所以你家己講下，人把你講成個你可能經驗甲我講。告訴。真正濟，特別無卡咧，我會使甲人講，因為蝦米數咧？因為若是伊人知我講，伊人有可能伊會 contact 我嗰度。無卡咧，我是愛，若是我講一個故事，我就愛討 permission 咯。I see。無是啥物啦。誒，我問你當今個會 actively 個會成個感覺就物件，你問教我講話嚇，我有下面物件，你問教我講。阿潘，阿 John 你啊？嚇，唔係。John，唔係。係講冇，唔係講我冇講喎。講白話呀？呀，我講咯。You shit，浪費哦，浪費聽，怎麼聽？
哎，但是爱 private 講就告訴，但都是聽的啦，講下物件。你講白話佢吹少女喎。往滿聽啊佢吹少女往滿聽，我都好女啲啊。OK，講。我講10%嘅嚇， OK，我講10%啊，哈。講90%，你講90%，出啲10%我自己猜。啊，我記得。你有人對見你，這個人是老阿媽。Oh my god， 老阿媽嚟啊！這個老阿媽，特別這個老阿媽咧，嚇，有可能咧，伊4點聲是17shit，你是阿嬷嚟啊！有可能是你的爹的病嚟啊！哦 shit，所以我係自己人㗎啦。OK，我冇講你驚，特別我少驚，特別冇講你驚嚇。了？人阿嬷人是講 guardian angel 咯。哦，你講我講看，你講嘅是17幾年嘅人，你死嘅是17幾年，17九四，我寫起來。伊是老師嘅啦，伊無判病，伊老師老人病。1794一直到位都唔知啦，人嘅變成是1786，變成是1789 Francis。冇，咁我係8病條。係啦，係中國嘅咯，應該係中國嘅咯。中國。可能伊唔是嚟亞細安啦，伊唔是嚟亞細安啦，伊唔是嚟亞細安啦，伊是長山有可能。長山下對，誒我係去吹掉你，我有。你吹，伊幫忙咯。哦，所以伊當今有對調我，伊接落來有對調我，係就是講。伊對緊咯。當時伊你我講我都聽呀。哈。伊講你當時有代志，你未解釋互人聽，你收起心，當時你好。喲。解釋，特別我了無。伊講有當時有心事，我未甲人講，我家己收起來，是咩往事我家己好。特別我看戲時才搞好，特別我是無講感覺只有จุ啦，當金啦，有當就講好，我才搞好，什麼看戲就特別冇好，特別我是無想講 ，OK， 特別你講，咦，你講這是白刀嘅物件是當金嘅事。冇啦，伊無 specific 講冇 specific 點寫，我有第一個有就是想往時成個無講好啦，有成個煩惱，唔叫做成個往時煩惱我白波咯，是咱無到身邊啦，可能，然後有一道啊，你講得好，有一道嘅是我好嘅，就是我無甲人講嘅，就是我一道攞嚟叫我轉去是咱 supposed to be 去就多嘅食 food 嘅多嘅。本來學嘅呢，然後我 cancel 佢 because 我係巴去 hospital 嚟，我係叫我巴去 hospital，伊去做咧伊個 prostate biopsy 嘅時，伊會停未知嘛，所以我到底邊，所以我有講我巴幾年咪到啲喺個general hospital 嘅時 ，GH 我有講嘅時，嚇死嘅時我係叫我真係帶，都就係我只 caregiving 時就帶我對應該叫我是個阿妹，所以我下晡時我就過去教我爸了，過妹甲伊做只阿妹。แล้ว我叫我到底出閘嘅時，我就大一，所以我感覺到我家己成隻有住了，我到底就係經會好掉。有知道時我會記。以後唔知你講嘅時候，你有可能。跟10%呢嘛，對，你我唔加甲你講，我唔加甲人講就是因為我買好我出來人就講我煩惱，所以我唔加甲人講。OK， 10%，OK， 然後個90% offline 你是講。冇啦。誒，所以如果我成個我係 guardian angel 是我係拜並合並一個查某。禮拜病。我寫起來1794 paternal mother figure，I mean woman， 意思成個講成個有可能是我係左然後呢嘅人啊。卡流會你做啦嚇。哦，哇！有陣時就是安尼看嚇，我人管80 100 400 5呢，冇管嘅人。哦，謝謝喲。
140cm，150cm。150尔，伊个管啦。OK。伊若是行路就要看下骹，迄无那讲食人食大叶，无伊饲只。哦，伊是 well educated 嘅人嚟啊。哦，哇。well educated 啊，佢哋。所以伊是講咯，最近伊問講話聽，伊講咯，但是你咧，常常你有幾人，但你這幾人唔是為了你嘅媽、你嘅爸、你係乜樣，互你幾人唔是，唔是你嘅媽、你嘅爹，互你做好事嘅幾人，但係你家己，你嘅人是無咩啊？人講咩啊？無大家嘅人嚟啊！無咩？你無那個咩？無講真真啊！阿毛在講，你根本你家己艱苦，但係咪別人艱苦，唔係咯？你有代志，唔要緊啦，我艱苦，唔要緊啦，別人咪艱苦啦。我無做個對住別人，但係人對住咗我啦，看目睭啦。對。按講啦 ，OK， 10%啦，10%啦，好啦。就發生了，哇！我感覺這都好奇咧，你過來跟我講10%，講話喎。如果suki好了咯，你啊，suki 是大波班嘅男仔嚟咯。冇，伊嗰時係拿得班嘅大粒，當拿班嘅大粒頭。啊，對。男仔，但係你是咪講呀？你唔係講呀？是大粒頭。suki 就係呢，我冇睇邊 ，OK， 呢是我出邊齋呢。係咪就使你講咩？人大我驚，我講 suki 唔知大浪，我係睇條話，應該係我一人大我係驚，本來是冇聽到幾個數。你讀條人係輪流可以讀咯。係咩？我只正㗎，我免讀咧，我就係。我係滯咯，有一次見啊。你係滯啊？你係滯？誒特別你講嘅係看到啊！我白路我係朋友，有冇手機看到嘅我就係。對邊啊？講啊，買啦，我哋喂。係咪？你嗰隻大粒頭啊？都變到雜波大粒頭呀？唔是，我是講哦，手機就是安尼款，伊I mean我知伊。做咩講？伊袂講這是咩？因為我有陣時是看到嘅物件是安尼款，特別我倆唔知個 detail，嗰個 detail 是安怎講，我講袂出了。特別我有影是看到講，一個人安尼款，特別我來賣出來講，即個是你家己人，特別是蝦米家己人，我講袂到，敢無？啊，安尼款咯，所以我倆有陣時會講亂了咗，愛講咪講，安尼款。個叫人講，我人笑誒。因為無是說無教了話，我人會講互人聽呀。嚇，我人愛講袂出咧，有呢件。聽你煩惱，我講完做咩咧？就使會知。我計興趣啊。對，除非你頂面 Jeffrey， 嗱 Jeffrey， 嚇 Jeffrey，你看埋。安尼款，我愛看人，我無是說看，我愛看你有緣甲無緣甲我。哦，這裡就是我人啊，這是男仔講嘅話本。嚇，我係通嚟，這是我人。若是我講，若是我白手啊，硬講，看你嘅點啦，我講袂出來。哦，所以誒特別，你是講話，但係就是你行險你感覺到啊。哦，阿俊我有咁。我揸4個月前 ，OK。富基嘛，sorry， 嚇，係咪你講？揸4個月前，嚇，4個月前你都start 正個教我有嘢了。我講OK，問看你阿媽嘛，你阿媽講無代誌，無問題嘛，無代誌咯。哦，誒，所以你看到你是通過伊嚇。通過我係一個老阿媽啊！我當然講你講話緊，一般聽到嘛。哦，伊個小我當然冇幾長這樣聽。伊無效啊 ，OK， 哦，伊個條我誒 ，OK， 你知唔知啊？我教我係左上名誒，我係左名 John， 嚇10%咯。哦，10%。我教我左是上名，唔知是伊是我左誒媽，是我左誒媽哦，可能。我有辦到看，迄個洗背壺誒，迄個台嘅物件是。嚇！等下個有啊，鵝鳥龜來啊！
唔是我龜鳥。我但是我暫時我講啊。係咯。我八幾年咧，冇淘汰。OK，等陣讓我同你講啊，我同意何係你覺得你領啦，幾時未嚟啊？係咪helicopter未嚟啊？係你覺得？我叫佢嚟，我 text 我同佢去領。哎呦，個獎啊！我叫我冇OK，so OK， 咱等陣 ，Hello， 我鳥龜歡迎。Hello，actually 我未記起叫咩？我介講嘅。嚇，你同我講，Oh no，it's today。嚇。OK。helicopter 換講話，哎呀老 ，Can I have the link？ OK，我啲都。OK，即係鳥龜，我要問你啦嚇，because last year เรา做龜拿出誒，เราrecord龜拿出嚟，即係龜嘅歌數有 double feature 嘛，所以有時就話啦，所以我就愛困，所以我冇冇掉。我第一次我 download 嘅時，我 download 咧時，我係佢講有一個 story，你講你 friend 帶你去看一個普吉嘛。講伊衰人衰未出去，大啲上來阿拉叫 Vis 嘟。嚇 ，yes。OK。你係使教嗰時嘟係咪啊？年會在，只看年會在呢，只看。Actually， 你係啲是外圍嚟。哦。我講唔是外廚啦，唔是外廚。你係酷。我都冇講，我外。你係 building。哦，是咯。哦。多次嚟 block 你。多出邊嘅嘢啊，類似你一件。Guard house is left hand side. 你有死外 block。我未見地龜佬了。我外廚，我所講講外廚，我唔是外廚，講我冇講外廚俾誰啦嘛。我都大隻娃娃呢。哦 ，OK。我紋身。係你副角嚟呢邊㗎？冇，係你等下邊嘅紋身。哦，曹真係後尾呢邊。嚇。是喂，你 crash 咗，喂 OBS crash 嚟啦。Oh shit！ 喂 YouTube crash 喎。YouTube 冇人 YouTube 冇人看啊咯。叫你問佢你知咯。係咪數啲？你係及時候，你個幾問唔夾講嘅。誒，就喂 YouTube 個 YouTube feed 冇嘢動嘢。但就好。領到邊咯？我 try to relink 佢俾我。我未รู้我是講你會出喺 previous episode 你出是係咪數啊？我一個要去help人看一間厝，如果係一間厝隨便出去嘅，然後伊就是我嘅 condo 嘅位，我上 blog，於是。我再講唔是外廚咯，如果外廚冇誰人嘛，所以是我等於是我 curious 嗰時多一間嘅。哦，伊是講看到有物件啦，厝。伊只去你厝，係要看到就怎麼褲條去烤嘅。哦 ，OK， 哎呀，特位有嘅啦，即係特位有嘅啦。舊家。yes。你講係你聲啲厝頂砰啫。你會記我爸講過講，啲我是說，我本有啊番嘅 experience 過。以前到 rooftop under the rooftop 啲係講厝下那邊嘅，幫咩三間呢？啊個四個點咪嚇，冇事。我把普吉架啦，哎呦死！我都真驚。對，是安尼看的是嚟，成個物件爆炸嘅。真正大聲，真正大聲。你聽到呢？喎，可能聽到係是唔是？我本是特登有嘅，嚇。可能我聽到，我能聽到呢。伊嘅聲係哦，是上加 OK。我 imagine 我 try to describe 啦，就是OK。梅啊，你梅哦，你梅，你是真正大力，你盡量出力，錫呢度大力，
沙大真正大啦，冚迄個門嘅聲，了迄個聲 maybe 愈成3擺到5擺安尼，上一個真正大咧，會把肚落來掉啦。哦，迄種嘅聲，砰嘅，真大聲。總之咧，就是咱一人家己聽到呢，身邊人聽唔到嘅。唔是安尼講唔是喎，因為我有飼狗嘅嘛。我係狗冇聽。特別你是講人喎，唔是講狗喎。狗嘛，狗大家聽到啦，有咪看到？我係狗聽到，因為我 that time 咗，我係記我扣了衫嘛，了我係開個了開了，我係狗呢個阿袂請一困了嘅，一困啊，佢砰一聲嘅時候，一頭規隻狗一頭跳起來啦，我看去啦嚇，所以伊冇聽到。我每啦，即個小背虎走去啦，他媽係你聲啊，講看佚佗物件是聽到啲聲。啷他媽是唔是會每看南西是bandung看，有蝦米物件，有看到感覺到蝦米物件？你到啲 clubhouse 是聽過，但係伊是走去困嘅啦。啷有蝦米感覺？他媽bandung唔知有聽到伊告訴啦。嗱，起來啊！這個聲。看Sukri，看毛菇狗啊，你Sukri，看 compare notes 啊，毛菇看到嘛嗬？Sukri 在告訴我，但是唔知咱我寫好錄了嘛？佢寫好啊嘛，咁我本寫好錄啊嘛，咁冇。看我寫好錄啊。OK， 啦，我簡單依度啲clubhouse 啊嘛，隻手係就看。嗱，接嚟啊，小背去接嚟啊，隻手到啲阿舅邊，到啲迄個。我見咩？到啲Sukri 邊到啲即個bandung邊啊，依就是小背虎咯 ，Alan 嚇。Long notes 嗰呀，假啦。浪講係上面แล้ว I think 浪講啊，佢bandung人開在本啊。OK， 你 ready 哦？會聽下嚟浪 note 上面。嚇？毛菇加南西，我有啲尋常掉啊！不，我要講嘅是愛講句，學數據聽，學數據看到狗仔聲嘅物件。OK， 冇聽到小背虎嘅故事，真係冇。OK， bandung大媽小背虎是講小背虎是 Alan 啊，呢邊啊一間。伊講唔係幾講啦，你個你特別唔使講佢特別經驗啊。佢就整昨天5點幾、5點半、5點9嘅時，你也是困醒，聽到我驚袋嘅聲咯，嗰啲有電嘅唱歌嘅聲，然後咧是嗰啲轉 rattle 嘅聲。แล้วก็จะ加嘅。你厝幾那個有幾人大？有幾人大？有兩個大人，兩個囡仔。兩個囡仔有兩大，你囝有破病無？無破病啦，老氣樣少啦。樣常破病，because 樣去吵架本啦。你囝有常常家己講話無？無。因為你厝有囡仔幾啊？大搞出來。毛菇。這個囡仔幾是無講創地都人害都人死是無啦，伊慢慢是伊死嚟過去，有啲一般一個嚟過去，有啲若是你無差伊就無代志咯。所以你可以接頭啦，可以 share 嘢代表緊嘅啦。應該是咪驚咯？你人愈驚，伊就愈來咯。無驚，你袂使驚咯。因為若是囡仔鬼會做一個物件搖咧，我人較無安尼驚。若是大人鬼啊，別老人鬼會做物件搖咧，我人就愛走。因為咩所以一是用 pure energy 來用搖這個物件，是只風險。OK，所以囡仔是佚佗呢，伊無。
冇拜係。冇白計想法，伊是愛佚佗啊，好佚佗啦，人講。我唔知小背後你是有 expect 即係安怎？你頭，好見得鬼。但是愛知，一直講零啊。你都會，你愛知囡仔幾歲無？嚟講。講咯。喲，你愛一講搬厝啊，哋免太都冇差亂樣。你是還哪幾嚟啊？嚇？但還哪幾你知道啲都係大傳奇，你到底馬來西亞傳奇啊？伊胎對掉嚟，伊傳是馬來西亞咩？唔知啊。傳是到嚟？會物件我諗馬來西亞 second hand 嘛，我會諗物件好嘛。哦。伊講嘅，伊都係你講嘅雲南啦，你是按照你就講是雲南，你雲南係邊數？because 因為嘅 Australia 是 Aborigines 咗嚇。安怎？冇 ，because 你講雲南嘛，你雲南是係咩意思？係咩意思嚇？你是看到伊配較長啦？是馬來亞啊？伊冇就對是乜咧 ？because Australia 有 Aborigines 喎。呀，我諗 maybe 是 local 嘅 Aborigines。哦，要你看起來你是感覺到成個馬來人特別有可能是 Australia 嘅 Aborigines。因為這個囡仔是，我看是馬來語啦，但係菲律賓嘅人本來想講馬來語嘛喲。對，特別 Australia 嘅本有可能本嘛，因無上 tribes 本有真係上群那邊本嘅。阿 John 啊，喺你覺得點樣路 ？waiting room。哦，OK，接嚟啦。OK，見你刺激咯，見咩？接嚟，接嚟喎。嚇，咱 gather 即係咱係 ghost story 即係convention 啊。OK，你等你幾歲？你講幾歲？你講伊囡仔幾歲？這個囡仔大概5個月到6歲囡仔咧。5、6歲。5、6歲，但冇做到功課啦。免驚啦，免驚啦。蘑菇咧，蘑菇。我舊老講嘅咯，上個嘢講嘅咯。上個伊講嗰啲咯，嗬。亂講，你講，就係琴日講。落去 version 啦，去接頭先和近乎驚斬掉了小背虎，近乎驚嚇，咁咧而家我人係處理啲阿妹有講嚇，落講明，你知看到本事變下嚟哦，落哪人本事上查甫啊 ？A little girl，哦查甫，我看到是個 toy ship 嘅件啦。I mean，我看到是一硬鋼奶嘅囡仔，唔是。你點啊？你講就suggest 講也袋去一樣嘅環境去嘛？我講嚇。你講啊，所以本未對起嘅，伊未對起，伊未對起嘅。哦，所以 maybe energy 未接來可能。所以那個有講，就是佢聽啊，即是佢聽啊，就。哇本是唔用嘅啊。哦，當時你是成個講 accept 呢度 OK 啊啦。唔記得特別得梅啊，梅都個開條梅。啊？開條梅。係咪叫開條梅？未記。啊唔。係咪叫開條梅？你大粒頭啊？誒，大粒頭而家唔得又夾帶係嘛？大粒頭而家梗係夾帶。佢啲人嚟講，係咪而家梗係夾帶？佢啲人講。OK，嚟當見water 啦，即係helicopter 嚟啊嘛 ，helicopter 到啲即係位啊，到啲到啲 Google Meet 位啊，然後咱就俾個 helicopter update，啷聽helicopter 講係咩物件未 ？helicopter 反應。我就是講，嚇，因為在探在背。OK，所以是定節，你講我別記係咪告訴本了。有啦，我係記係咪告訴我就，伊是講擼係spaghetti tribe 係你查某。水一啲水查某，食burger 嘅查某。對，查某嘅，because 往啲 clubhouse 南西嘅，你告訴嚟 replay 就伊嚟綁嗰陣，所以伊啲 clubhouse 特別要 replay 係你告訴啦，所以 replay 告訴了，有一個多啲bandung嘅朋友啦，
伊當然有啲房間裏邊嘛嗬。有一個 clubhouse。啲 clubhouse 裏邊，迄個bandung嘅朋友，伊是啲 clubhouse 裏邊，伊聽到了，伊聽到呢個數啦，伊家男仔講，伊後尾 backstage 伊互伊 message 講話，你叫伊咪講啦，你叫伊咪講啦 ，because 你人你鬼對了伊，你鬼對了伊，然後伊冇 realize 個。伊是講 lose 咗，伊是講 lose 咗 helicopter， 伊講你叫helicopter 嘅咪講啦，你鬼對了伊。伊是講伊唔制講話唔係 live 唔制講唔是 live 啊，伊想講是 live 唔是 live 嘛，伊是講 replay 古仔 episode 嘛。所以啊，咧我講冇，你是古仔 episode 嚟，這是真正伊講佢告訴嚟。係咧，係你運動嘅朋友咧，伊頭晚伊起嚟大頂咧，我就講起這個數咯，係你講下，係你 helicopter 啊。迄個查某鬼對了伊咗安怎啊？所以我就緊緊三蚊都起來咯。哦，迄個是200個嘅 incident 嘅。就十幾年前嘅。特別伊講當劍嗰物件對了咯，特別伊本甲我講有對了我本我唔知咩做馬對了我啦，是講 Sugri 就嚟講咯 ，Sugri 攞嚟使講話咯，嗱，你使架即係 helicopter。講話 helicopter 是到底 Google Meet แล้วbandung 是到底 sorry 伊名是 Sugri 特別我人記bandung 是到底 clubhouse 嚟嚇，攞嚟使講話，攞嚟使梅咯，特別看伊個路演啦bandung 大一 helicopter 你使幾年？使幾年啊？你是講伊幾年出事啊？幾年出事？87幾號？鄧冷嘅咪華拉呀，咪馬西希呀，喺鄧冷嘅。誒，鄧冷嘅喎，死我鄧冷唔知。方便啩？誒，maybe 上 public 嘅啦，上 public 嘅啦，呀啦。所以阿寶，你咪講你號啦，你講你貴呢，你先幾貴？你是鄧冷嘅貴啊？鄧冷嘅貴啊？嚇鄧冷嘅貴是10月。10月。我拖點車呀，你做人講聲。OK。伊停房嘛。Oh my god！ 小慧使同冇咩出嚟，同埋亂啊！我真係放晒。我講黐嘅我 interactive 喎，叫咩？你黐嘅，你放晒做咩？叫咩 interactive 喎？叫咩？哇！你看咧房間，叫跑就房間40個人啊！好傻啦！哇！然後 OK，咱可以去什麼方面事？咱咪看到 helicopter 最近 helicopter， 你最近講咩先？你告訴我。冇，我冇告訴。哦，但係冇接來冇告訴啦，數。冇告訴啊。讓 carry on 啊，先等Sugri。OK。哇！然後個裝個鬼告訴，就叫但係 Sugri 咪 unmute 啦。OK。安怎 helicopter？ 哈，係咪安怎 ？helicopter？ 嚇 helicopter 嚟。早你身軀有穿物件，特別我唔知是這是你從細漢嚴謹嘅物件，還是最近嘅物件，還是人學你嘅物件？最近還是真久嘅物件。嚇，你身軀清了就係物件。那個芋頭，那你清物件？你 feel 到清物件無？我有清三寶。OK， 夠了。OK， 夠。誒，頭晚時就講啦，你後邊起來時就同你講，你身軀清點物件，你後邊接來時。唔係，我會使你拜下咪夠。哇！當然講，你是紅教，還是拜老母，還是拜耶穌，還是安怎？我是Buddhist。佛教。OK。OK，呀。要識嗰啲文米，你白得到啫。好，
可能有正架 clubhouse 內人起來哦，喺香港城啊。嚇，那每這塊板凳，杜玲就招起杜玲了個個俄比，再俄比嚇，其實俄比講成咯，會起來成。俄比係每嘅。我唔知，個早一幫個人講佢講。我嘅囡仔去學martial art 嘅新嘅位吼，伊達到去邊 training 吼，無數，了後尾是伊個伊換伊，是未夠你聲佢在補血，你聲你 audio 無好時候聽唔到伊未咩？嚇，你一個講未？嚇，你講咩？後尾是伊去邊 practice 啊，頭幾刀啊，三四刀啊無數，了一刀是去 practice 先哦。伊 practice 啊，好時就特別突然間啊，一定要在點去，點去伊個唔敢叮當，但伊翹了一邊吼，到 finish 到規個 class 了，伊徛了呢就，了頭一刀我看到伊呢了，我無 happy 咯 ，because 伊無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 嘛。但係我本時啦，一本來時我計講話，伊個講我真 happy 個要去 class，所以禮拜本時上要去 class 時真 happy 去一邊，做 practice 你當咪嗰個定嘢，咪做啊。但係我本時嗬，我真係無 happy 咯，所以我唔滿意。in fact 我有罵伊本啊。你是想講伊是咪 participate 呢啦？你冇想講係伊講伊看到一嚇，對。伊講伊看到一囡仔。喲。伊看到一個囡仔。喲。所以一個查甫囡仔。喲。特別無，你梅嘅梅咯。你講你查甫囡仔是穿紅衫嘅。uniform。特別我冇看到。冇人看到咁那樣，然後呢一個是安尼咧，我講，我係囡仔14歲，特別伊是 about 9歲10歲嘅呢。I mean because 是當時 mental development，是，所以伊 delay 嘛，所以伊 size about 是9歲10歲呢。So that 我時我講 OK 啦，免去學堂，免去就將個咯 online 咯。So 阮是過，阮無去真久啊，無去啊個3個月呢。但我是 because a little bit 我想係 online 冇咯。So 是我啦，個出。對 ，internet 佢就係冇好事啫。OK，你聽到啊 ？OK，當然 OK 啊。了我本是覺得出來到對去，本是想頭三吼，係嗰時想，佢真係唔係講成日日本佬語講，唔係講，你叫日本佬知道卡哨，講唔係我講，唔係我講。OK， 你對哪位學比？行 ，OK， 對呀。然後呢，伊拍拳一半，但係suddenly啊，定期啊買啊，伊看唔敢看，伊直看卡了，唔敢叮當，真正驚呢。哦。伊唔是講半暝啊，上面伊差不多1點啊。so 唔知啦，哎呀，安尼咯，但伊嘅 description 哦 ，very quite consistent 嘅，伊甲我講條囡仔，伊條 girl 啦，伊看到嘅girl啦，然後呢我講畫我看，so 一畫出來嗬，伊身軀嗬，我講伊身軀伊用黑色畫啊，伊身軀黑色嘅。我哋講是伊皮膚是黑色。我唔會講是唔是，特別嗰個唔是，伊唔是。印度人。我見到問題伊未曉講，伊未曉看，伊未曉按。伊未曉咩？後邊你實話你 quality 幾 low， 你即 clubhouse audio quality 話幾 low 嚇。
到六晚。啊，你到底頂面3點未啊？你叫到啲 room 嘅名為頂面3點。啊，你 live quietly 嘅卡。แล้วแต่嚇對 live quietly 嘅靠3點。แล้วแต่是你做看到 audio quality 咧換去 low。Audio quality 啊，冇啊。Search room, review club rules, report recent speaker。呢部 audio quality 嘅咩？哦，maybe 你是 mod 可能唔是。冇，你是 Android 嘅 ，OK，never mind 嚇，唔緊，你別話嚇。OK 咧，唔係見到講嚇。That's it 啦。哦。That's it 咯。OK。Yeah, that is like last week only 咯。Suddenly，哦，係你 drawing 喎，你翕相影放起來啦。喲，幾寶娘嘢都。小英我。你小英嚇 ，OK。So 我 more of 我叫我是因為唔是講嘅metaphysics 啦，我叫我是即係說呢個 relief fear 嘅嘛，所以嘛嘅可以 externalize 嘢啊，掉嘢 fear，所以嚟講，OK 啦，貼起來，然後呢著一點點下格嘅啦，所以我幫你18湯，我幾點18湯咧，我冇關係。特別你講你部，頭先是部者，就是講你是講一講話是，一部你一話係是，伊衫是紅色嘅，特別伊皮膚是黑色嘅，特別伊唔是印度人。冇㗎了，嚇！依個我講唔是印度人。哦。了，你講伊未係咪？你講伊未 understand 係咩？你講伊未係咪 something 嘅？你冇咩 understand。咪叫做 race 咯。哦 ，OK，明白。依部面依部面 understand，所以我你買我冇咩嘢明白啊。特別是囡仔嚟本啊，伊講。所以我唔係冇去關聯咧，這嗰時候我唔知究竟是 imagination 係什麼，我奇怪嘅先咧，我係做嚇我點去幫300湯位啊 ，OK，然後冇關聯啊，等困咧，阿妹困咧，跟住早起來。我係18湯嗬，佢係臭到要燒咗。我唔會，我後生講，誒，多啷嘅只係碌佢嘢，我18湯嘢去掂啫，嘢出去掂，嗬，係臭嘅。我後生嗬，佢嘅18湯佢講講啊，那邊個冇半行，近日只掉咗呢。哦。我調車叫我講，家嘢出去，18湯出車邊來嘢出去。哦。即真一臭啊，真一臭啊呢！誒，我有隻 message 我要叫嗬，我要叫 helicopter 咋？from Sukri 即叫我叫嘢啊！我要安怎同啲helicopter 嚇？helicopter 你阿龍你安怎嚇？阿龍有 WhatsApp， 阿龍有 WhatsApp。嚇，你使 WhatsApp， 你使 阿龍你使 WhatsApp， 安怎嚇？安怎 forward 你？啊，是你 start 隻 group 咯，阿龍你 start 隻 group 甲伊甲我甲你了，我啲 WhatsApp 為了我會寄隻萬動嘅 message 嚟。如果自己我真係打嚟打自己，我使打嚟打出呀。伊 message 是好，還是唔好啊？伊無，伊是實在伊有伊電話號碼，伊叫我helicopter 伊電話號碼。當樣實得揾個嚟再講。嚇，唔要緊。แล้ว當今學這裡講成，即特別每運動。這裡出朱玲。Hello。我用嘅 AirPods 用聽可以哦。聽到。OK。淡薄烘嘅呢？呢啲外口呀？哦，淡薄烘啊！我琴晚heater 啫。แล้ว你講。即係。等陣，阿龍有聽到我 message 阿龍，我唔知阿龍有聽到我講隻 message。阿龍成日是無啲啊。我聽到隻 message。哦 ，OK， 有 ，OK， 阿龍，感謝阿龍。OK，sorry， 朱玲你使講continue。唔要緊。所以我這裡是真正第一個數咧。我係這邊嘅同事嘅。
我甲一个日本人的同事做工，然后伊是无相信几个人来噶。所以伊达到，我甲伊讲几个物件，伊就讲伊就找一个 scientific 啦，是 explanation 啦，来这个甲我 explain 一下。特别伊甲我讲一个吼，伊讲伊顶礼拜时，无你甲我讲一个啦，伊讲细汉的时，甲5岁汉的时，伊是在日本出世的，所以伊5岁时，伊家己一人困在房间，然后伊你知影日本人样困涂骹的嘛，然后有一个像个地南嘛，款的困到涂骹，所以伊困醒的时，伊嘛开目睭咯，你看到有骹，你知有伊像个伊困了涂骹，你开目睭，你看到徛掉啦，有骹哈，伊讲有骹，了是伊嘛是着青惊咧，伊坐起来咯。伊坐起来咧，伊走去伊个爸母的房间，因为伊惊嘛。然后我讲，你困醒时，伊骹咧，伊讲，伊坐起来呢，无解了以后，然后伊走去伊个爸母房间，伊惊，然后所以伊 explanation 是讲，伊甲我讲，因为伊达到站出 explanation，讲毋是几个，所以伊讲，我。就是伊家己惊的事，因为伊家己一人倒伫房间困，所以伊无感觉迄个是鬼来。特别 I think 淡薄 strange 啊，你困醒啊，开目睭你看到骹。So 这个是伊的 experience 咯。And then 我刚才讲过一个弟弟哦。然后一个是我的阿毛的 manager 这边。伊本是毋知来咱这边来人也无啥物相信那款的物件，特别伊甲我讲，伊本是也甲5、6岁哈，I think 5、6岁是上个迄个会啥等待 experience 那款的物件的歌。伊讲伊甲那款的会啥时，伊本是伊家己困的，然后伊有一道是伊困醒暗暝，伊看到一个。真正 clear 的人，你知有到底伊个？真正咩？真 clear 的一个。真 clear 真清楚啊！真 clear 的一个 figure 啊，一个影啊，一个人。伊个毋是讲影，我讲一个人哦。一个人哦。所以徛伫伊个伊个房间门的后尾边那边，所以伊开始伊醒来讲，伊知讲伊毋是做梦的，伊醒了。然后伊就走去找伊爸母咯，然后伊人骂伊咯，讲伊人做啥啦，啥物咯。伊讲伊知讲毋是梦来，讲伊知伊看到的是正的。特别伊本是想个 brush off 呢，伊刷去啊，伊无讲去 investigate 啦，去想安尼做啥物咯。So 安尼款咯。遮济人啊是遮济人，本身可能毋是讲个阿毛的啦，成个你若是讲买去插伊啊吼，伊都无伫遐刷起来吼。你若是讲你家己成个 feed 到伊啊，是分做成个正去。我毋知有。then 佢交俾一个本是真正底呢，所以我讀 college 嘅時候，我 classmate 啊，伊早起7點幾入來班嘅時候，伊是阿毛嘅本啊，所以伊甲我伊入來班嘅時，伊面白白喎，了我嘛是你上個只讀青鏡樣子，了我嘛唔會係咪數咯？你伊講伊當晚去買咖啡before 來學堂嘅時去買咖啡 ，then 伊買了咖啡，伊行啲 sidewalk 嚇 ，then 伊講有一個。force 有一個物件像個 invisible 嚇，實伊真正大力，你知影講掉伊個咖啡斜倒咗。哦。所以特別伊講迄時是7點早起，伊迄個西灣無人嘅，伊一人行咧，因為伊看到都無人嘛，所以伊真正巴數真古怪了。伊嘛是來學堂咧，伊甲我講咯，แล้ว我唔知是愛相信伊還是唔愛相信伊咧，特別唔知。Yeah， 特別伊呢大人嘅，伊們咧會變安尼款嘅物件來嚇我人嘅。我是要甲人講啊，我的翁送回來啊。
哦，看到。我俾學人看，我俾學人看呢啲。嚇，看你食咩？即新嘅物件，我唔知啊，普吉麥加落海嘅啦，一邊兩邊三邊四邊。而家學錄網站啊？一個波嘅話，一個位置咧。哦，哇！成個 hotel 啊，你成個劇站咧 professional。Maggie。係咪？我講緊學得唔得嚇？我係 service 部。你看，伊這是有雞肉啦，有肥煎內，啊，這是啥物啊？哦 ，corn cheesy corn。哇！我愛 cheesy corn。嚇！你咪講另外隻 camera。你梗係看到肯定。梗係 detail 後梗係看 detail。sorry， 我頭先故意告訴本身嚟 break， 故意告訴所以個本嚟驚。哎呦，把普吉定。我個聽到一人聲。我講咩 topic 吧都。嗰時鬼告訴我。我是鬼告訴咩？所以因為啊，會了個嗎？別啦。因為我個性格是乜股？有錢嘅人嚟。哎呦，阿三你講咩字？嚇！誒唔是先呢？一別得啊！一別得。一別樣。一九，這唔是先呢，這件事啊，咧我未記咩特別報讀下村嘅啥物？冇，我講先係先160個接。啊，是唔是啊？誒唔是啊，是先呢。這件事做咧 flight attendant 呢，是唔是？是啊。唔知咩讀下村嘅啥物？大卡村，對。我記記。人好噃，真久冇對啊。係啦。你有告訴下。我呢度未必是在真係。但喂，啷看到啊？好。加 right。等陣。期間接唔冇。等陣。叫阿峰嗬，要 KJ 是唔是叫阿峰？哦，要 KJ 要加轉。啊，要加轉，哦，要做個阿崩。要加轉，因為都冇得 clubhouse 咩？有調住阿崩咩？係咯，調住阿崩咩？你打波嚟。調住阿崩 clubhouse。哦，叫做阿崩是 clubhouse 邊啦。啊，對。有加進步啦。啊 ，OK， 人看到啊，對，我係負。請我後尾會是啦，姐。誒，等陣我俾佢鎖我 camera 度。喂。哇！誒，較貴隻冇可能拎起啊，拎有看冇好隻啊，較貴隻。對，我即係講啊，呀，一隻派，光正啊，嗰四粒啲正價講本，四粒唔叫梅本，四粒啊，唔叫梅本。來四粒梅了，哎呦，普吉嘛，冚起。喂，來四粒講。要愛 share story。啊，我share 我家己嘅 story。Actually。我幾年前，我 ex-boyfriend 伊 accident 死去啊，了啊對，了迄陣時，我有感覺到伊對了我。OK。你成我一過先過，有都感覺你對了咯。嚇，有一站咯，了因為我把路教因了嘛，所以我想要知講伊個有對了我。哦，即係特別看特別運動嘅是南西嘅是毛毛菇嘅仔啊，肯定唔驚。你感覺咧？我感覺古早嗬，我係感覺到伊對掉我是我想念伊啦。我咪講自己講嘅好正。阿 John 奶講話咧，弟弟拿假的奶。阿 John 你看沒人冇意思。拿梅樹咧就拿假。阿 John 你嘅 camera 冇戲啊。我嘅我換對。梗係引導呢隻小英。係咪小英係就是？哦。情睇。係拍廣告。梗係 professional。我呢啲當然話到呢個 camera 未。哦，冇個，哦，嗱，哪會好？哪有 clubhouse 也好？哪有 clubhouse？誒，你咪每看這裡，clubhouse 入邊看兩仔，講這嘢大部朋友個對了要。我冇垃圾唔真啊！冇垃圾咗啊！我冇垃圾，我冇個咧。
Itu 無錯，咱去計計啦。是伊無錯人解，我人無笑，我人無 image，so 我無 image。你無考往啥肯掂去咩？係咪無講？對邊邊啊？咩意思？係咪無錯人解？什麼意思？你都無去 walk around 啊！你徛是只一個位，困掉一個位。OK， 我幫你行，你行我都看了。咩嘅？我冇看到波行。嚇？呀，你看無誒？我另外 connection 條。呢度 clubhouse。啊，我住 clubhouse 係呀。我知啦，講 clubhouse 個看咩？人講我啲試一個位無行來行去，所以我把你行來行去。你就識，你就要行來行去，個看到咩亂？冇人去survey了。伊能做伊個啦，伊人哋順了。了解咯，對。了解咯。survey 咪了解咯。了解咯。順啦，呢啲順了，就係。伊拉 radar aim 來 aim 去就係。安尼我真久無聽到了解咯。唔使 helicopter，阿咪 update 咯 helicopter。冇波行。冇 update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我有一個數。Tapi lu connect ke Bandung apa? Tu connect lah. connect ke Ikea，冇 update。哎，那kita ya Bandung kita ya。這是bandung唔是？這就是bandung啊，佢山島。唔是啦。哦。即係像是係你。英國之類咩人能？對，伊像是做係你啊 Barbie 嘅衫。對。像是。就是一間啊。對。啊，未記叫咩？咱叫咩名啊？定當我叫咯。別記。彩虹對。彩虹。嗰個就係有浪嘅腦，嗱，講無嚟講我數就死啊！你第一出咧Wikipedia 我記到。對，我記到你特別靠過嚟做工呀。我記到一幫。阿 John，你係 producer 阿咪是白狗過嚟做工啊，所以你第一記一個啊，我記到。我就都是 volunteer 啊。是我人嘅 catalog 嘅 librarian 嚟。Wikipedia。Juling 嘅狗，伊唔知係咪狗係嘅好笑咧？狗呢邊。笑誒，呢個情節 week， 笑死我。係你是 Amazon 嘅 week for 狗嘅。咁笑你咧。咱無啊，咱覺得就是單隻是。我有一個故事，這是我嘅小輩。我冇病到會點寫啦嚇，我係小輩甲我嘅mother過去 Cameron Highland holiday 啦。and then 伊 holiday 咧 and then 伊就未記多，在嘅陽光湖。未記陽光湖。未記陽光湖，所以伊就 actually 就好像個睡 Airbnb 嘅房間嘅廚房咯。就拿 Cameron 一個廚房大咯，所以我冇得搞我所以成個是搬一個房間，所以其他就家己個人房間講，所以個尾咧就我係所以就困咯，困了伊感覺就成個房入邊咯有人直接解搖嘢破斷。拖喺房掉是這樣。房掉。忘掉，然後弟弟try，才剛有解講，這個是我的，然後就我什麼就驚嘛，就是拿喊那個邊無人聽到，然後到尾第一擺吼喊甲大聲吼，我媽得來邊頭本倒出，我阿姨拿別個房間吼本就驚，他媽總過來看，然後看伊切起來嗰時候，伊成個起穿嘅款啊，起穿嘅就成個就規個人成個驚款啊，所以我阿姨教我說，我媽得吼成個就無啲必要，所以教我小輩換位咯。所以伊就因為伊換下個伊頭包換去啊，所以
伊袂去早伊人工湖过去咯，所以都是人款啊。我慢慢，伊说的好，我是毋知个是点啊。helicopter lebih maybe to be aggressive sih helicopter 告訴佢特別嘅 aggressive 啫，用講已經是個運動講得啦嚇。แล้วช่วงนี้แต่มาแล้วมือเดียว就是講佢哋就冇見到咯，小背หู咯。แล้วมันคิดทับอี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จอมาเนี่ยฮะเนี่ยว่าจะ係11.4啊，1.94 1.94啊， 94 92。because 我特別我講變成是1.86嘛，嗰是1.94喎，我寫。對，就是 after 變成幾多年幾後咯。94啊嚇，94唔是92啊嚇。我按照我係記得92嘅。每看這板東你講是特別乜嚟記？你講過嚟估啊？1.94。你聽到啲錄音就知啦。嚇，你講1.94個記啊？1.94。我聽。伊個記比較是正嘅咯。伊唔是線嘅，唔是所講嘅。Blood from the sky。板東是水名嚟嘅。板東是水嘅。冇啦，唔是水名啦，唔是水名啦。伊看伊參加南西嘅大波班。OK， 伊是南西。特別板東啊，你接落來先個大漢都安尼啊，是你成個有人教，你係安怎你安怎會成個講看到安尼款嘅 message 會甲人 relay 嘅 message 啊？我14歲。去會看到，因為我的媽、我的媽會看到。哦。就是我的 generation 是我一個爾，就是唔知是當同我的囝啊，都唔是我唔知啦。哦，係是，所以你是一個啦。就是囡仔到13歲，我無看到蝦米，就是那個囡仔佚佗那個無。那個我人點些佚佗安尼款咯，就是總24歲點些咧，下晡運動煞了，就坐緊去球場機，只大機嘅球場機。迄點些是6點半來過來啦，6點半了，無風安尼熱，特別阿咪水喺球場安尼搖，嘛看去頭頂咯，看去頭頂就看到一個查某咯，坐緊咧無佚佗大咧，紅色。一頭毛安尼烏，一衫白是那個唔是那個真正垃圾嘅白安尼款咯。對去就看病咯，看病愛一禮拜，看病煞了我嘛問我咯，你是看到蝦米？我是講看到安尼，你問我咯，你是會看到，呀，咪算早一禮拜前咯。哦。我嘛就講我哎喲，好唔好這代志會交回路嗰度，過去咯，過去就上種打咩了咯，我困一人嘛，困一人你啲當時困七點先，看到人嘅面一邊脆，還是看到人嘅面無目標嘅，當時看到人無健康嘅，當時看到安尼大隻嘅人，你看到來看到跣去。你就特名看啦，你看你是驚，特別你是無法度，你就啲。當時看病發燒。發燒。แล้ว你媽伊人會看到嘛？所以伊人應該會教你安怎講，安怎。冇，這物嘢你未學嘅啊！我知，這物就是未學咯。就是我愈老，歲聲愈加，就是我人會看，這個人去後尾是蝦米人了。當時我人看，這個人是看安尼白，因為身軀有啥物件，有看到伊巴肚較無。你家己去解啦，你看你家己去解。就是我人會看到，當時講這個人有心病，這個人會肺未好勢，我人會看到咯。就是特別袂使領人嘅淚，袂使領人嘅血，袂使人好咯，蝦米淚袂使領。
哦，你是講你若是迄個人講啊，有人要學你嘅什麼，你袂使。我冇領看你物件。啥物事啊？我有一個 privilege，若是我啱我就看咯，我無啱，你袂使，你袂使白手我看咯。嗯。但係你講你有緣，你個會啦，你。哈。你是無緣，但係講你是接袂到嚇，一趟袂到隻線。講袂出。哦。即係我明白，因為看這邊有嘅不是愛看你家己人有嘅有嘅緣分佈咯。靠緣咯。靠緣佈咯。因為唔是大家人會看到嘅這物件。我是bandung咯，咱唔是到啲 clubhouse 個拄到咩？還是你已經較早聽別人學嘅呢？去 clubhouse 都睇。到啲 clubhouse 拄到人嘅拄到呢，緣嘅人可能我講嘅話數掉。對，我就講學嘅話講那個原來bandung 個數嘅。我是未記了呀，南西 back channel 咯啊，你困去啊？I join 個冇。我日我lu嘛，我lu 未記起。我日我lu 講人哋每個會接個lu 個 helicopter 嘛，所以落去講那是不到，那是會使講嘅物件，講了未使講，冇咪見到我買別啦。我真係個人嘅 privacy 啦，冇法度我嚟講個人聽嘛。你 privacy 我就講你 privacy 咯。伊愛講是家己會經嚟講是家己。但係有個人講咯，咁未使白晒嘛。我紅聽時候就但係你講嘅一項物件就是講，我講話嘅時候，等佢講到啲話時候就話佢對。但係你講嘅你講話是。講咩貴人啊？你講咩貴人唔是我爸母嘅貴人，是我家己貴人，意思係咩意思啊？但係你講，我就冇咩明白。我少年嚇，搞當中有幫忙幾個人。哎呦，問題在，即個人當時真係冇錢咯，阿咯，一吃安那個，一未曉教你講感謝咯，亦都當時。算了啦。我有見有一個心幫忙咯，若是袂曉講感謝嘛，算了咯。是我是安尼款嘅人咯，我成日講那時候愛鬥下手啦，我是無愛，我袂記我毋知我鬥下手做人本，因為我無愛人欠我錢嘅事，我對我嚟講就無要緊物件，但是講我會做到我就做，我無做到我無做。It's your good karma 啦。你是講 continue 安尼款是好嘅啦，安尼款嘅。OK。有 good karma 啦。你唔是講成日講有一個貴人要互我累什麼？冇，唔是你行課有路好行，有路好解釋，有人幫忙咯，安尼款嘅啊。但係你無夠三百，那個無路好行啦。所以我是講話就只冇着啊。免講係咪物件，所以你是講我若是接掉落去，看做我成日無講愛為咗人答我錢啊，啥物無去記講人就是欠我，係咪？你看物件是好嘅，你看是變做好報。好，good karma 啦，good karma 啦。OK，好。講阿 John，你是想要 good Samaritan 那款咯，not ask for return 啦。我冇愛啊。所以就因我感覺到人真清嘅，when你感覺到無人欠你嚇，你就變做無去 expect， 無去希望來安怎對你，所以變做你嘛自己真清哦。你無想講這人啊無好啊對啊，我加鬥下手伊個無，我實在鬥下手我就未記起啊，所以變做無嗰個 expectation。No expectation can be disappointment 掉。對，我本是達到幻想。OK， 我當見我 expectation 咧是比極者我使得出來啊。我同人講句啊，我同你發晒啫啊。大佬，你淋冰啦，你一崩西時唔係啊，我崩嗰時候我會打下咩下淋冰嘅搞就直接玩嘅西，我表。OK，照個講啊，照佢嚟嘅。
OK， 感謝各位聽眾是聽這個禮拜講嘅一邊先，感謝這個 Clubhouse 入邊啦，感謝這個萬東最後都嚟講幾個數，แล้วก็教我看我嘅做馬嘅這個。看四粒嘅 case，有人有看到。嚇，四粒嚇。嚇。你個四粒有 end 咯，你看到感覺到伊大部朋友幾星期有對到有。即係辦東嘅好，但係冇辦東。誒，使梅蘑菇。梅南西嘅掉啦。係啊，俾我半梅眼梅咯，講真嘅時候，我冇 feel 到。有啦，冇 feel 到。冇啊，冇咩看到，冇，我冇 feel 到啦。我蘑菇喎。他伊都冇屬於伊厝內邊嘅物件嚟嘛，所以冇屬於冇看到咯。對咯，冇咯。冇咯冇，應該是冇咯。喂，變成那種康手啦，講嘅個數咧。啊？四粒有講嘅個數咧，係嘛？你講咧，特別都冇用啊，碎掉咩？你啲碎掉，但係你計講就係四粒個講知道？一隻爹呢，一隻爹呢，OK，actually，伊是 accident pass away， 伊唔是啲檳榔 pass away， 伊是檳榔人，伊唔是啲檳榔 pass away， 伊是啲小灣 pass away， 了by accident 啦，了過後伊死過後哩嗬 ，actually，有發生淡薄事，了我有去紅光鏡咧，紅光鏡講伊有對調我啊咯。But it's few years ago 啦。個14年以前嚇咯。你再對調，你有做好事互伊無咧？拜嘅時成個7月半啦，了無，那個幫蕉啦、幫虎啦，你幫蕉啊，你特別我嘅媽伊是佛教嘅，了伊特擺點燈，了伊有點伊嘅名嚇咯。因為咧，這個大波咧。伊袂幫你，因為你也袂會，互伊，你也袂伊拉說，你也袂會，你無在着我一人，就是無在着幫你，為了是安款。特別若是你去心來講 ，OK 啦，你愛行你行啦，我家己有家己嘅生活。若是我人有緣，當後擺我去過去我拄談。你愛講這個話，伊講屬於一對見你，因為伊較善你。伊幫袂落，若是伊幫了路，伊毋是講，伊毋是嚇死你，毋是。伊無，伊點點來我嘅房哦，伊成日過年嘅時，伊個來我嘅房哦，了後尾清明嘅時，我有去甲伊講，我講，今年明年我愛交因了，所以我明年實去我無來拜你下面，我未做 anything for you 啊咯。了迄陣時就無了 ，after that 就無了。伊個是關心嘅。個對見。伊講個對見。個對見。特別比較緊嘅啦。愛講一聲，你愛對起，你對起，你咪替換路啊。行你嘅路，我做我行我嘅路，安尼款。然後若是你有淡薄有緣，你就有幫蕉。幫聲啦，幫聲。幫聲互伊咯。OK。若是你有淡薄類，你就互無地嘅囡仔食。用伊名咯，用伊名。用伊名去做這個物件啦，使。對較好。甲伊學伊叫咩嚇？甲伊做做好事互伊，回鄉互伊咯。替伊做幫蛇幫米，無啦，我講幫蛇幫米菇。冇啦，你就愛教會了，你免去管小姐啦。伊對你本海對啦，未做下面嘅咧嘛，即是你解 end 嚟嘛，直接了咧 end 嘛走咯，可能咯。OK。你想講調啲，愛去在調啲，愛安全，我冇需要啦。會啊嘛，已經過去了。actually 古早我去紅光鏡嘅時，人有甲我講，你都愛放落去，咪直直想伊，了伊就袂對路咯啊咯。
你會使攞成成做些啥，即 closure，你看本來成個講。OK，啊，得去幫曬上面去做者，還是計交代講 OK，當叫我俾交應嘅，成個你講睇咯，你講就冇幫掉啊嘛，你去佢哋情明時你計講你別來啊，不到了，有隻交代咯，有隻。我不解講啊。好啦呢，OK，講我這邊先，我會嘥俾除了。OK，做下咩嘢？你人落嘅 memory，你別使收緊了啊，即係咩嘢來去夾我。阿棒哈。OK，成個位使你看 pro 出來嘅了就會棒。你直頭真夠棒啊！你呢度咧啊，你講咗隻菇啊，我咁死咯，你使未出。OK，咁大家可以聽陣時聽啊，希望講禮拜嘅都係時聽我哋先嘅話題啦嚇。當陣時我咪參加錄音嚟講嘅內勢去。譬如我見到可能朋友，有時講下直接錄音時，有即我 announce 特別是 registration 嘅出嚟到第一邊，然後我嘥俾出啦。然後講緊這邊先，禮拜嘅先，哎呀，等陣我哋琴日聲，等佢係你聲仲有琴日聲 fade out，OK，fade out，OK，然後到 over 佢就對，然後 OK 講緊這些bye。係啊，邊啲學嘅人是 YouTube 嘅人啊 ，YouTube 嘅人就係這邊嘅訂面，這邊訂住啲拜報嗰啲 episode 就這邊嘅訂，然後這邊嘅訂看訂聽，然後 subscribe 咧是第一集正嘅就要通知咯。記 like 我哋哋個別幾個人講 like 掉 like share 嘅 comment 嚇，然後做為 rank 下關咧談論嘅字，然後這邊俾 T-shirt 嚇，OK 感謝 YouTube 啊，介紹呢嗰度 edit 咧係啲動意思。